别运动好了。好啊，礼拜一跑步，礼拜二游泳，礼拜三……亮亮、点点，你们在聊什么啊？哦，彤彤姐姐，我们老师说每天运动身体才会健康，我们在想每天要做不同的运动。对啊，我们想要礼拜一跑步，礼拜二游泳，礼拜三打羽毛球。哦，原来你们在想有哪些运动啊？我知道了，有一种运动是你们每一天都有在做的哦。猜猜看是什么？会是什么运动？是跑步吗？是玩游戏吗？不是，是行路。行路？行路就是走路的意思啊。走路，运动。对啊，行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哦，不用多，一天走个30分钟就可以了。我知道了，从明天开始，你们每天早上都可以行路去学校。运动，运动，运动，运动。彤彤姐姐，我要去运动喽！哇，亮亮真是健康的好宝宝。那运动之前要先暖身哦。我知道了。行路，走路，行路，走路。彤彤姐姐，明天你会开车载我去学校吗？不会哦，明天我们行路去学校。那要走很远呢。运动，行路，小朋友记住了吗？多多运动有益身体健康哦。哈克路拉拉，下次再见。